戶主鍾情深色格調，全屋所有家私配套都選用咖啡色同黑色。地板係設計嘅一個大挑戰，設計師親身到西班牙選購，材料連安裝佔裝修費接近50%。咁佢叫黑橡木啦，市面上嘅黑橡木其實就唔多啦。咁佢呢個係經過加工之後，重力嘅壓縮，先至可以令到佢嘅色咧係達到好深沉嘅效果。咁密度高就自然硬度就高噶啦嘛。咁所以佢就唔係咁容易花啦，冷縮熱脹都會比普通嘅木板咧係穩定好多㗎。玄關嘅木條子特色牆亦都有額外功能。入門啦，我哋會見到啲幅牆啦，其實上高就有啲板可以擺落嚟，就掛一啲毛巾啊，或者掛一啲手袋之用嘅。咁下邊咧就有一張凳咧，就可以拉出嚟擺喺度，我哋平時可以坐喺度換鞋。咁隔離呢一個就係鞋櫃嚟㗎啦。推開玻璃趟門，廚房以純黑色為主調。天花加裝升級排氣系統，比起一般抽氣扇減少更多油煙。戶主鍾意飲紅酒，廳區劃分一個酒吧區。呢個酒櫃就我哋係用一個內籠，就係全金屬嘅內籠，加埋一個恆溫嘅即係電子調溫器啊，就要去訂造呢一個酒櫃。你都會見到有個擺一個叫做洗碗杯嘅櫃喺度嘅，就方便咧喺呢度攞酒杯去飲嘅時候咧，喺呢一個加多一張裝倒台，大家可以圍繞住呢一張台咧，可以喺呢一度咧一齊去happy hour。吧台嘅對面特意設置一塊鏡牆，放大空間感。客廳融入中式元素，例如木線、掛畫等，營造低調嘅復古感覺。屋主經常呼朋喚友聚會，天花嘅4個大喇叭組成會所級嘅卡拉 OK 系統。天花同牆身嘅底部額外加入隔音物料，避免過大嘅聲浪傳出屋外。原則係眼鏡房佈局，設計師打通2間房，將部分空間變身步入式衣帽間。房內善用景觀優勢，設置一張大書台。主廁選用碎片雲石逐粒鋪砌，配合黑色磚牆同曲尺形窗，透光度更加高。洗水石圍繞出弧形淋浴區，表面加添塗層，加強防水效果。原則面積較大嘅浴室1分為2，多做一個客廁。市面上其實好難買到呢一個而家現時可以配得到嘅呢個風格嘅磚嘅，所以除咗自己要去物色咗呢啲磚啦，要去親自去佛山去揀啦。咁佢嘅特別之處咧，就係佢係一格格啦，燈光打落嚟嘅時候咧，就令到佢嘅局部有光暗嘅效果更加強烈。